2025年第三季，全球經濟風高浪急，好多經濟體好似深陷泥沼嘅重型汽車，寸步難行。我哋睇睇英國被網絡攻擊打殘，汽車產量創73年新低，季度增長只有0.1%。歐元區亦都同樣黯淡，出口乏力，第三季按年只係增長1.3%。核心大國德國季度零增長，原地踏步。新加坡嘅第三季嘅增長亦都從前一季度嘅4.5%放緩至2.9%。有邊個地方可以逆流而上嘅？答案就係香港第三季 GDP 錄得驚人嘅3.8%，按年強勁增長，連升11個季度，成績咁亮麗，可以歸功於拉動經濟嘅三頭馬車，即係出口、消費、投資全面向好。最關鍵就係政府嘅精準政策，積極開拓新市場，力保出口連續多個月錄得雙位數增幅。同時，旅遊業與服務輸出強勢復甦，帶嚟人氣，更帶嚟財氣。展望未來，中美貿易談判達成初步共識，美國重啟減息，為資產市場注入強心針，消費同營商氣氛亦都全面改善。政府果斷上調全年經濟預測至3.2%，超出原先預期區間嘅上限。呢個說明乜嘢？反映咗香港經濟唔單止係復甦，而係騰飛。